西藏被稱為世界屋脊，因為佢係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、地勢最高嘅一片巨大高原，好似屋頂一樣高高隆起在地球表面。喺呢個旅程第一部分係體驗西藏人民同歷史。江孜達馬節係西藏目前規模盛大、影響廣泛嘅賽馬節，已有600多年歷史，有賽跑、騎馬射箭、騎馬十哈達等活動。喺布達拉宮正下方嘅雪城區域，有一個被稱為雪監獄嘅地方。嗰時正值封建農奴帝制，但凡百姓有反抗，就會施以刑罰。大家明明都係人，點解會將其他人非人看待？喺唔同宗教國家都有咁樣嘅黑暗時代。然而喺21世紀，係咪已經完全冇咁樣嘅現象？抑或者只係用其他嘅形式出現？喺使用天文望遠鏡嗰陣，最好加裝赤道儀，佢係特殊嘅望遠鏡支架，可以抵消地球自轉，長時間觀察。企喺銀河下，人先發現自己嘅渺小，但唯有發現渺小，我哋先會開始學會敬畏自然，都敬畏嗰個喺寒風中唔肯放棄嘅自己。